白话语131页，台语汉语本地134页，和合本地163页。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14节，白话语131页，台语汉语本地134页，和合本地163页。恁来看，我来强读。迄时，因对迄个名叫橄榄的山，转去耶路撒冷。迄个山近耶路撒冷，3日开有安息日的路站。已经入，就像因所在的楼顶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甲多马、巴德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囝雅各，甲西罗底西门，甲雅各的囝犹大，遐个人，甲几个妇人人，以及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参伊的兄弟，拢同心全部祈祷。以上，学了，咱请妇女献歌队。感谢妇女献歌队用水歌美好的歌声来学乐上帝。讲到马可楼顶的圣餐，咱请陈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今年度第5遍的圣餐。咱要甲主持到牧师特别透过使徒行传
诶圣经内面来讲起这个马可楼顶的圣餐。这个杨道诺牧师来台湾咧巡回演讲的时，有讲一句话讲，no gas, no God, no spirit, no serve， 就是讲，咱啊车无油吼，就袂行啦吼。咱嘛无圣神的帮助吼，咱就无法度真正过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咱的主耶稣伫要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伊知影伊要倒倒爬遐，但是伊无要放杀这学生、这军队的人做孤儿，所以伊就爬求圣神保惠师甲因三甲彼得到世间的落尾。所以当伊这个顶十字架死，后来告我这门徒显现，因背弃，就是互圣神的气息里面，但是叫因爱去耶路撒冷来天后爸所应允的，就是圣神对天降落。因为若无圣神的帮助，因无法能面对因头前的挑战，因更较无法能完成因所应该受交代要完成的使命，所以因就来到耶路撒冷，后来因来到这个马可楼的所在，所以这个马可楼会使讲就是一个呼召，主呼召因来，因来到马可楼的所在，因就伫遐同心专门咧祈祷。这中间有耶稣10个学生，佮有伊的老母，佮有伊亲生的兄弟佮这个姊妹，大家拢伫迄个所在同心专门咧祈祷。天后到五旬节期，圣神对天降落。这段期间，因就是伫遐同心专门咧祈祷，这是一个呼召。所以透过这个马可楼这个呼召，才会当到伫五旬节的时，圣神降临。后来耶路撒冷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当然后来耶路撒冷受困迫，司提反顺道，这门徒就四散伫这个撒玛利亚。不过因为有圣神的充满，有圣神的引带，有主的同在。圣神的工作不断咧运行，咧彰显，所以这个福音无因为困迫来停止，反倒等不断来扩展。这个福音唔若到伫这个伊索比亚即卖伊索比亚到土耳其，搁到欧洲，今日全世界有30几亿个人口的基督徒。迄个上介大的关键，就是伫即个马可楼的呼召，就是因是伫即个所在同心专务祈祷，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所在，这是主对因的呼召，爱伫耶路撒冷天后爸所应允的对天降落，就是圣神要降临伫因身躯顶。当圣神降临伫因的身躯顶，因就要得到能力，因要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得到地极来做主的干净。所以，这个马可楼是一个新约，马可楼一个新约因为当做伙组织，这是一个新约。当主耶稣互人顶十字架死了，这个门徒惊吓四散，为个可能米也都唔知要买去倒去啦，惊人找着，惊人弄门转去较远的所在，到家己住的所在做家己的代志。或即马要搁组织这个人倒转来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是因的伤心地，这是因老师伫遐安怎的互顶十字架，互因惊遐四散的所在，怎要搁倒转来？爱克服足侪困难，迄个心理上的困难、现实的困难，党的困难拢有，
像咱今日是在这个时代要组织，咱嘛是真困难。过去困难，即嘛嘛困难。即嘛的困难都毋是像较早，可能交通的困难，可能因是拄着行业的困难，是无用的困难。可能未来嘛有足侪困难，足侪世间的代志愈来愈多。这个世间实在是速度愈来愈紧，大家拢互足侪物件影响。咱要组织拢是困难，但是会当组织，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第二，因做伙组织的是要做什么代志？因伫遮就是小等来讲，因三甲透过圣餐来纪念主，因也用主教是因的基督人同心，全部来祈祷。所以当因组织的是，这那个一个咱的拄着上帝宴会，咱即摆的全人精神尔，这毋是咧祈祷研讨，是大家伫遐10天的时间一年不断伫遐敬拜，伫遐祈求，伫遐祈祷，用到即个主祷文的即个天书水流，伫遐咧敬拜祈祷。这么长时间的祈祷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兄弟姊妹，咱嘛捌用真长的时间祈祷无？这连续10天的祈祷，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去韩国的祈祷山的金遮祈祷伫遐当然有聚会，有祈祷7顿尔，大家都感觉真无容易挑战10天。所以这就是一个信仰，这个信仰。第三，伫这个五旬节到，因会当来领受这个圣神的充满，互因会当讲起上帝的大的所做。因其实因透过因伫这个马可楼的祈祷，伫遐不断祈祷亲近主追求，所以有人咧讲因伫迄个五旬节期的时候，圣神像有火焰降落伫因的指头，所以因会当讲方言。其实因伫这10天的祈祷，因就拢甲像一粒迄个火球共款所以因一个来，因就领受圣神。所以要领受圣神，其实就是要有靠无主，要有迫切的祈祷。因就是不断咧祈祷，所以当圣神降临的时候，这个火就烧起来。因有领受迄个圣神的这款的备办有人讲要领受圣神我那拢无啦捌有一个因为咱长老教会比较较理性过去对圣神的充满拢较无接受无期待无较无牧师也捌去参加咱这个布列达皮的老董事长伊足关心这个末日，所以伊的车拢咧宣传定定就是牧者来聚会，目的就是要讲这个末日的信息。伊是干那要讲1点钟的末日的信息，伊为着台湾全国这个牧者组织的是安排这个组织，通常拢会叫迄个康麦克康麦克是一个纽西兰真有迄个宣讲是为人欢手祈祷，是语言种种有一边伫北部的伫台中台中组织的是有一个长老教的牧师，伊就讲伊毋信啥，伊感觉讲哪有可能圣神充满，哪有可能会当讲人欢手会倒落，伊当然毋相信啦所以伊就伊就出去大家就咧讲伊嘛会去互充满无？伊无想要充满伊就拢袂充满我会使讲迄个一丛好好一丛好好，迄人鬼欢手，伊都那个迄个啥，迄个电冰箱共款，冰箱伫遐都，咱即个冰地共款，一块好好这都袂充满，因为你无较无你袂较无而且五旬节圣神的充满，
这群人就是伫这个马可楼的祈祷的陪伴，互圣人充满了，因就来侍奉主。因伫这个中间会当讲起对无共款所在来的这个方言，因就开始宣告上帝伊的丰盛、伊的奇妙、伊的作为。哇！大家奇怪，应该会当讲阮的话啊，伊那个咧讲的代志，哇！伊就是大声来侍奉上帝，宣扬上帝奇妙的作为、奇妙的所做。好，这真正就是神力，这圣神降临伫你身躯顶奇妙的工作。上落尾，因就开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来彼得来宣扬耶稣就是基督。当足侪来这耶稣领受罪的人听到这个福音，因就感觉插心，所以一天就有3000人来洗礼，来归入主的门啊。因有经历到耶稣甲因讲，要得到人那像讨喜，即款的丰收的欢喜。现在得到即款的丰收，这就是迄个时阵圣神降临，因有圣神充满，整个属灵的气氛拢改变啦。进前因大家话讲该定20个，该定20个，该定22个，但是即马因竟然插心悔改改变，因欢喜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因的救主。这就是当这个属灵的气氛改变，这个所在就有丰收。兄弟姊妹，咱教会咧推动这个幸福小组咧报道，爱祈祷无？爱，这咧参与伫报道事工的人，因爱同心全无祈祷，爱有较济祈祷。咱其他的人，咱嘛当为祈祷。当咱这个属灵的气氛改变的是圣神工作。人的心就会受拍开，人就会插心，人就会要来悔改信耶稣。若无人的心就是硬心，定义是个，定义是个。为人要领受圣神，伊的心就关起来，伊就讲无迄个代志，无迄个代志，当然无迄个代志。这就是伫这个马可楼经历的这款的信仰。咱今日要甲主这道。牧师特别讲，这是马可楼顶的圣餐马可楼顶的圣餐。咱知影主耶稣伊要受卖的进前，伊来教学生伫这个盘过节的时，要食盘过节的宴食。就是食盘过节的宴食的时，来设立这个圣餐，互原来。伊即个百姓，因为着对埃及做奴才地会当得到自由，得到讨棒，因咧纪念即个日子。但是咱的主耶稣是要该转换，互伊变做讲，这毋是干那做伫埃及做奴才得到自由，得到讨棒，这个以色列百姓，是所有因为人犯罪了。诚做罪奴才，免对罪的即款的捆绑中间得到自由，得到讨棒所有上帝创造的人，来设立这个圣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就是要来，互咱得到自由，互咱得到讨棒。伊为着咱诚做犯过节的羊羔，伊诚做受害羊羔，透过伊顶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咱的罪。透过伊为着咱的牺牲来赎回咱，所以设立这个圣餐是要来表明伊的死直到伊过来，互咱透过这个圣餐来领受伊救赎恩典，知影咱已经罪得了赦免，咱已经成做上帝囝儿，咱无要搁做罪奴才。所以当因伫盘过节的时，凡有学生讲去备办这个宴食。伊讲入城到一个所在，迄个主人就会甲你讲，到底伫什么所在？去到一间大楼，表示阮楼顶甲这马可楼是真相像的所在，因伫迄个所在设立这个圣餐。所以当因伫耶路撒冷的马可楼的时阵，因嘛是伫这个所在
受圣餐来纪念主。伫咧受圣餐以外，上界要紧的，因伫即个所谓组织，就是咧回想主过去安怎教导因。一个上界重要的，因要用什么款的内容祈祷？因要祈祷什么？到底要哪祈祷？当然就是伫即个所在用主教示的祈祷文，即个基骨来做因祈祷的内容。这就是马可楼顶闹圣餐，因后祈祷。这个学生，耶稣的老母，甲耶稣的兄弟，甲这个姊妹120个，伫迄个所在同心全部祈祷。伫即个祈祷中间，主祷文就是因的祈祷。这个主祷文就是因咧受圣餐主祷文中间5个重点。今日咱要甲主坐道，咱嘛爱想讲咱甲主的关系，免啊建立甲主的关系。咱要互主会当真正伊的心意伫咱的心内，伊的旨意会当伫咱身躯顶来成就。伊所修饰咱的性情会当充满咱的心。这个主祷文大概有5个重点，5个重点头一个就是因咧祈求阿爸爸因咧呼求阿爸爸所以伊讲，恁咧祈祷是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阮伫天里的爸。兄弟姊妹，咱来亲近主，咱就是爱呼叫阿爸爸阮伫天里的爸，阿爸爸这就是咱真要紧的咱咧祈求的，咱若祈求着咱的爸，咱就会得到伊所想咱的。伫即个路加福音11章，咱的主耶稣用即个譬如就讲恁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暝去你遐，讲朋友借我3个饼我因有一个朋友吼伊来到我遮已经这暗我也无啥物件通互伊迄人讲莫吵，即马已经足暗关门囡仔咧困但是伊嘛是共款，地甲迄个球，地甲球，结果伊虽然无因的迄个朋友来互伊，因为伊遐迫切咧甲球，所以就将饼互伊。咱的主要所用即个譬如要讲，求就互恁，找着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求了得着，找着拄着，拍门就甲恁开。恁中间什么人做老爸？囝甲你求饼，你互伊石头迄个甲你求鱼，你互伊蛇；求鸡卵，你互伊鸡仔虫。咱的主要说要安尼来譬如讲，咱也会当求咱的阿爸爸上帝，决断袂安尼。所以讲，恁虽然无好，也阁会当将好的物件互恁的囝儿，何况咱的天父何况咱的天父伊减无将圣神赏赐互囝仔求叫伊的人。感谢主，当咱会当向主祈祷，向阿爸爸祈祷，奉主的名祈祷。我相信伊要将圣神赏赐咱。圣神就是保惠师，就是帮助咱的，伫咱的身边常常咧帮助咱的。这就是上界要紧的。因伫迄个所在咧恳求，爸会当将伊所应允的这个圣神来赏赐因。搁第二个，因就伫遐学乐，祈祷嘛，毋是干求，搁学乐，学乐啥物？讲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那像伫天呢。这就是咱常常咧读的主祷，毋是干读尔。这就是伫迄个所在祈愿。嘛是尊主的名做圣，伊是圣的，圣的是分别的，无人会当甲伊相亲像的，无人会当甲伊比拼的，伊就是迄个独一的上帝，独一的上帝，除了以外无别的上帝，迄种的个别。兄弟姊妹，当咱会当真正尊主最大，咱会当尊伊最圣，咱会当学了伊的圣名，上帝。伊就显出伊的权能，
显出的权能。咱要读伫即个旧约历代志是咧记载到即个约沙法，即个约沙法，因为摩押人、阿门人、佮庙里人，因连要来甲伊攻击，哇！伊当然足紧张啊，遮侪迄个对敌要来攻击伊，所以伊就禁食祈祷来单单就是来仰望上帝啊！要我，吼，伫遐呼叫，吼！伊相信只有若交伫上帝手中，伊会当得胜，因为得胜在伫伊，吼，得胜在伫伊，所以伊就伫遐禁食祈祷，先知叫讲啊，你着爱叫诗班带恁对进前行，恁着去学了，可能吼，伊吼信耶和华的先知，伊就会当行通；信耶和华上帝，伊就会当徛在。伊就真正照安尼去做，设立唱歌的，学了上帝，学了上帝。啊，伫头前来学了称谢耶和华，因的主爱永远伫地。可能吼，上帝就找伊的大军来拍败这摩押人、阿门人、米利人，吼，因受击杀，毋但呢因阁互相相杀，所以这就是学了的大能。这个伫马可楼顶的人，因若会当呼求阿爸爸啊，因搁伫遐来学了上帝，学了上帝啊，搁刷落去第三个重点就是因伫遐祈求讲，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遮，伫地呢啊像伫天呢，这就是祈祷，就是祈求大声求伊的国甲义，就这下面要来享受恁，所以咱若会当相信上帝，伊是全能的上帝。其实咱所求伊的咱所求伊的一定信着是得到，就会得到啊。兄弟姊妹，咱毋是做奴才，咱是上帝的囝儿，咱会当奉主的名来祈祷，咱有祈祷的权柄。今日咱教会就是一个的西啊，这个一个的西啊，就是讲。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组织，伊就伫咱中间。两人同心祈祷，这个祈祷就要得到成就。咱有对上帝所应允享受咱的权柄，伫第二捆绑的天顶要捆绑伊，伫第二头绑的天顶要头绑伊，所以咱是有权柄因为上帝将这个权柄馈咱享受互教会。这就是咱今日兄弟姊妹，咱应该运用这个权柄，咱就是爱祈祷。主祷文，若见爱会当来祈求天父上帝，会当来学了上帝，佮会当来上帝来祈祷，来祈求。第四，迄个就是咧讲保护，伫刷落去讲阮的日子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咱读到这段时，咱就知影讲，咱的主伊毋若诚做一个君王，供应咱的所有的需要，咱像一个建筑来保护咱的安全伊嘛保护咱的安全。所以，咱会拄到真侪这的凶恶。所以凶恶之字就是真邪恶迄位，就是撒旦魔鬼。魔鬼若像后塞，要来吞下伊的百姓，伊受过行走，就是要来追求。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主的保护，咱需要主的保护。撒旦魔鬼若像后塞，佮受过行，要来吞下伊的百姓。咱要哪得到保护？咱要哪会知伫即个撒旦魔鬼像后塞？即款的威胁中间来得到保护，上解要紧就是咱爱甲上帝保持迄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咱爱甲上帝结连，咱爱甲主结连，咱爱甲主相同行，咱爱亲近伊。咱若亲近伊，伊就亲近咱；咱若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走的。兄弟姊妹，当你无咧亲近主，你就失了信心，你就无迄个气力通来抵挡。反倒等你就进入伫撒旦魔鬼的活道，所以彼得前书5章8节讲，咱着爱谨守，咱着爱警醒，咱着谨慎，咱着警醒，因为咱会对着魔鬼，若像好会使受过
行走要来吞食咱。兄弟姊妹，咱爱知影主逐时刻掠早保护，最好朋友就是耶稣。伊逐时刻拢咧掠早保护，咱着爱伊来求讨。上落尾，伊宣告讲，因的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妹，这个就是一个宣告，这就是一个宣告。宣告主的国度、权柄、荣耀。咱当安尼宣告，因为这个话语是有气力的。伫箴言安尼讲，人的嘴所结的果子，充满伊的腹肚；伊的嘴所出的，要互伊得到饱足。生死拢伫这个子的权下面。你欢喜的，就要食伊所结的果子。兄弟姊妹，撒旦魔鬼已经受ฮ็伫火湖的所在，已经失败了。咱的主耶稣已经较赢了，所以咱是已经出世入我，咱是有竞选的作为，咱是像迄个王同款的祭司，有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百姓。咱已经出暗入光明，咱成做伊的百姓，咱得到伊的怜悯。兄弟姊妹，当咱今日要甲主坐道，讲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宣告主的死，就是宣告伊的得胜。因为伊的死改变了一切，伊的死恢复咱所有一切这罪咒诅，伊的告我，互咱来得到伊赏赐咱迄个永远的活命。圣餐英文叫 Eucharist， 这个意思就是感恩。咱特别咧圣餐甲主坐道的时，咱就是搁一遍来宣告。这个饼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伊为着咱拍破伊的宝体来赎回咱，伊为着咱破碎家己，互咱会当成做完全，互咱会当甲伊成做一体。咱若特别伫这个约翰福音的主耶稣上落尾的祈祷，拢是咧讲伊安怎甲爸合一，爸囝圣神安怎合一。咱着甲伊合一，咱也着彼此合一。咱甲即个世间已经有分别，咱无属于即个世间，嘛无甲即个世间共款，咱着分别做圣。咱会当因为伊赏赐咱的荣耀，互咱会当合而为一，互咱会当伫伊内面，伊伫咱内面。兄弟姊妹，咱今日早起要甲主坐道，咱就是搁一遍。来宣告，主为着我来死，来担当我的罪，但是已经对死过我，将永远的活命赏赐我。我能透过这个演写，我搁一遍来领受这个恩典，来享受这个恩典的约所带我一切这福气。马可楼，互咱搁一遍想到主的救恩、恩典的约，以及伊安怎用主祷文，安怎祈求天父阿罗上帝，安怎会当来得到丰富的供应，得到主全备的保护，搁会当宣告伊的国度、伊的权柄、伊的荣光到伫永远。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应该爱，那像这本土、甲这俘虏共款，常常来纪念主的，为着咱的死甲过活，常常会当来纪念伊，搁会当常常用主祷文，会当感恩，会当学乐，会当为着咱所需要的白求讨，伊的确要赏赐咱，搁会当为着伊的。国度大成求伊的国甲伊一切物件要赏赐咱，所以咱毋是干那为着家己祈祷，咱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咱的城市祈祷，为着咱的国家祈祷，为着整个伊创造的世界来祈祷，这是主所欢喜的。望咱甲主坐道时，来照念伊，感谢伊，咱搁会当爱伊交代咱做的，会当
自集祈祷，听候圣神降落，互咱会当有迄个气力来完成伊所托付咱的大使命。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搁甲你坐道的时，互阮会当透过伫马可楼顶，所有这学生甲妇女，耶稣的老母兄弟，因安怎来孝念主、纪念主、学主的款式，同心专有祈祷，到圣神降临，互因会当统计上帝的大作为，互福音的大能会当彰显伫的中间，互信的人仔加添伫耶路撒冷，佫会当传到整个亚洲、欧洲，主啊，今日世界有真侪人诚做基督徒，就是对这个马可楼的呼召开始。主啊，阮会当学习这款的款式，对阮小小开始，通过阮会当常常伫主的面前来感谢、来学乐。主啊，阮也为着阮的家庭、阮厝内人，为着阮所关心的代志祈祷，为着上帝你的国度祈祷。阮相信，上帝你的权能也要透过阮卑微人，也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彰显上帝你的大能。当阮甲你坐道时，搁一边将这个呼召摕伫阮内面。将这个恩典赏赐阮，祈祷可以所基督圣名。好，咱要来吟这首的歌，要来结束这道哈，369首。超过阮的想象，超过阮的想象，言语所话讲明，你神秘的临在，阮确信。真实恬静，各他受压起，担当软弱过犯，主啊，何等奇妙！伫音乐中叫阮，咱起立来吟全首。超过我的想象。讲他是过去，当作永远啊，主啊，中奇妙的我，把中的我不为看你。身體寶貴，三個最多人家，用手你所屬的名，是我會當端莊，你只想愛臨在，你我中歡喜歡散，我的心就過去，叫我的臉目，變得回來有情，我觀他的力量。變的大天來，我的秘密中，我感謝主的家，心靈他會快樂，我被囚在心上。是我相愛，運用萬所體驗。
生叫罪解脱。我主相信代表，要有罪你的老，一心要被更请坐。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祝谢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主耶稣互人买面有提饼祝谢，咱照伊成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的面前所守住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这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请咱的长老来旁边。兄弟姊妹，咱若已经领洗礼入教会，成做圣灵的陪餐会员，咱通来领受主的圣餐，来有份伫新约的恩典。主要说伫盘过节的时，透过因犹太人盘过节的宴席。来庆祝因对埃及奴才地得到自由、得到逃亡，但是咱的主耶稣，伊设立这个圣餐，就是统人类透过伊十字架的功劳，所以得到赦免的，拢会当对罪捆绑，得到逃亡；对罪压制，得到自由。会当做上帝救赎的囝儿，享受上帝囝儿阳光的自由。嘛有人无记着饼无？请你举手。现在咱会当将这个饼吼，好咧啊，甲伊拍开吼，甲摕出来吼。兄弟姊妹，这是主耶稣的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拍破的，摕去食。咱透过领受伊的身躯来纪念伊。
食了主耶稣也磅礴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伊的宝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伊。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少男主的听，咱甲主结连，咱同心全无祈祷，圣神降落伫咱的身躯顶，点到咱迄个原来冷淡、惊吓、软弱的心，互咱的心会当搁活力起，互咱会当领受对圣灵的快乐。互咱来当来见证主的荣耀，咱阁会当来播扬伊的福音，咱会当完成伊交代咱的使命。而且，请咱会当位一边啊，有一个较长的所在吼，好咧，甲拆开，因为这有较暗小可吼，请咱说离开吼。兄弟姊妹，提起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是，就今日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得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个比例，咱三个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各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事，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通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只是来受迄个圣餐的奉献。感谢上帝，圣餐就是上帝恩典临到咱，咱就要感谢伊。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互咱罪得赦免，佮领受伊赏赐咱丰盛的活命，那我佮有丰盛。
啊，这请咱起立，咱三个来感谢。天堂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甲你三甲一道，这是何等的恩典。阮本来是未堪得的，总是主感谢你，透过你的听，你透过阮的主耶稣基督，你独生的圣囝，互阮通对罪的捆绑中得到逃放，压制中得到自由。阮是何等的恩典，阮得到你的恩典，阮献上感谢。啊，感谢你，赏赐圣神保惠师，逐时刻甲阮三个彼得，互阮会当知影，阮有主爱阿爸爸，阮着爱祈求伊，阮着爱学到伊，阮着爱常常来向伊祈祷，阮着爱常常来祈求伊的帮助，伊会帮助阮离开一切引诱、一切试探、危险。搁阮会当常常来宣告，伊的权能伫阮的中间，伊的国度伫阮的中间，伊的荣耀充满伫阮，互阮会当真做伊的器躯，阮会当伫生活来荣光上帝，来利益人，互阮会当真做家庭的祝福，真做教会的祝福，真做最人的祝福。主啊，阮献上阮的感谢，阮所献的金钱，愿你感纳祝福。真做你圣国的用途，互你的国度大大得到扩展。感谢基督亏耶稣的名。阿门。咱有缘徛咧来因祝福车恳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祝祷，咱请陈牧师带恁通平安去。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死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大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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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闭会。